西北雨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明知这份一地倒。风台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甲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不敢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藏在我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妖怪，八戒啊，八戒，八戒啊，鬼弟，八戒，妖怪八，戒啊！哎呦，师傅啊，八戒甲迄个人吼，唔知去流沙河淹到倒位去啊？我看是无所在通啊找啊啦。拢嘛是你啦，啊无代无志，就就惨八戒跋落去，还真正跋落去啊！哎呀，我嘛唔知影我遐尔啊乌鸦嘴啦，见讲就对对。哎，恁两个啊，云看过河啊，紧转来啊！哎，师傅，行啦，行啦。哎呦，恁吼真正唔知影死活呢。迄流沙河哦，迄若行过，恁是会无命呢。哎，阿伯啊，借问者吼，有一个面生做黄生黄生的少年吼，专门伫遮爱人过流沙河的，唔知你敢捌无？黄酸黄酸，专门伫遮派人过河。你找伊要创啥？嘿，是安尼啦，阮有一个大兄弟的脚夫哦，互伊挨过流沙河啦，啊，毋过行啊半路就失踪啊。哎呦，你中计啊啦！哈？中计？是啊，你讲的迄个人吼是沙精啦，伊吼是一个妖怪呢，专门吼拢伫遮吼，安尼骗人，互伊挨过河啦。你若是中计，互伊挨吼，伊就会将人吼挨到半路，啊，就沉落迄流沙河底吼，再搁将人拆食落腹啊！啊，迄个人是妖怪哦，啊，毋过伊看起来真故意呢。伊吼确实是真故意啦，只不过吼因为是环境所逼，啊，不得已吼才会伫遮靠食人为生啦。那照安尼讲起来，遮附近的人已经叫伊食过袂少个哦。这附近的人吼，大家拢嘛知影伊是妖怪，啊，根本都无人敢互伊挨过河嘛。哈哈哈哈！安尼算来算去哦，就算伊遮公底上讲，提钱请人挨去赴死。嘿嘿嘿。悟空，八戒好歹嘛是咱的同伴，哎，即马有危险，咱应该想办法救伊才对，免来踮遮欢喜。歹势啦！啊，师傅啊，迄流沙河是无底呢，啊，即马一摆来嘛，毋知沉去倒位去啊，我是要去倒位找伊啊。要救猪八戒吼，并毋是无办法啦。我？啥物办法？只要你有法度将迄个妖怪抓着，你就有法度找到伊的动向，也就有办法找到猪八戒啊。对好，我有无想到啊，迄倒喂。嘿，观音菩萨，多谢你的加持啦！阿弥陀佛。啊！哎呦呀！做啥物啊？咱参详一下好无？我有钱啊，我钱互你吼，你放我出去好无？我嘛想要甲你参详一下啦，无安尼啦，你牺牲一只脚就好啊，互我捐一顶猪脚，我食一个过瘾的，
我就放你出去啊啦吼。你好，你免咧小心啦。我无甲你请食落包吼，我已经对你真客气啊咧。我一声我就了风讲啊，无采你遐大苦，我咧拼死甲你挨落啊！但一声我老实啦，我。你吼当然嘛老实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无甲我的名甲你讲，我若讲了到底吼，你会惊死。什么名啦？我就是低高区的山猪王。山猪王哦，安怎惊死啊吼？捌听。不要紧啦，无听吼，你小可去探听者吼。歹势，我来走吼。啊，好，别走你走。哪里？喂，老伙，迄边啊，佫一个洞口，好，你试看卖无？同志，多谢吼。大块啊！来啦，卖多了王工啦！你当做这什么所在？这是流沙洞呢，互你话来就来，话去就去好啦。黄生大啊，安尼啦，拜托者，你甲我讲吼，为倒伊出去，吼，人若呆吼，看面就知啊。我知，这只死妖怪到即摆暗出来，来万一吼，你只视频扣伊食去，安尼唔着害啊啦。来呀！先等下，请问一下哈，你是不是要过流沙河啊？是啊，安尼好，我按你过去啦。你要按我过去哦？嘿啦，我伫遮待足久啊啦。啊，这流沙河这地势哦，我非常的清楚啦。我按你过去，你才袂带着流沙，你就入得去啦吼。安尼哦，啊，不过我无工钱通我互你呢。别工钱，你无听你讲哟，做人为快乐之本啊！你若我爱哦，我就真欢喜啊啦！来，紧！安尼我都无客气啊，多谢嘿。不是啊！你这个死妖怪，等下你就赔咧墙啦你！枉费我第八届一世英雄啊！想到吼，今仔日的去死伫咧这个流沙洞内。天啊！弟子，弟不弟，你知道我在想你吗？你什么东西？我山猪王的，什么王拢共款啦！我若想要抬就要抬啦！我甲你讲，放心啦，我怎么袂抬你啦？今日嘛你惊什么狗屎话？一声就我掠着恁两个。我甲你讲，点巧势，我先食一摊食了，再换食你一摊。得啥嘛？对啊，迄强的哦，我无法度，我就来女，加女一个，对。黄大啊，走啦！你无看，你无用了啦！有啦，我想讲吼，甲你参详者吼，我想要甲你斗3工尔啦。斗3工？你讲我多？
有啦，我伫帝国区内面哦，我做总破衫的呢，看是煎煮炒杀，白蘸红烧，还是用卤的吼，我拢会加料，传好足澎湃，放在桌啊吼，请你来效果。什么叫效果？效果是你这款人食的啦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请你食一顿足青草的啦。讲。你那小康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无啊，我是想讲，我这摊醒起来啦。什么意思？你别教我啊！来好，正话切糕，我再好好甲你聊。来啦，7点半吼。正话切糕，7点半啦。正话切糕啦，7点半好啦。正话切糕啦8月15号啦。好。你这物件臭妖怪，扣我抓着吼，行，到你见我师傅。师傅啊，这两只臭妖怪，我给你抓倒转来。师傅啊，多谢你哦，叫大圣爷叫我倒转来，我无，我都看不着你啊呢。喂，师傅弟，你莫后袂叫，像是你师傅啊。悟空，八戒已经食真侪苦，你着莫搁再骂伊啊啦。食苦好，师傅啊，这个师傅弟真正有够袂见笑咧，伊甲这个妖怪哦，两辈为间，我想要食我的。师傅啊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啊，我嘛是去用逼的。你若是唔相信我，那呢，我讲话条有啥物意思啦？你是山精哦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踮咧遮害人呢？我嘛无想要来做啊。阿弥陀佛，你若有啥物委屈，做你尽量讲。面前若做会到，一定尽量甲你斗3工。阿弥陀佛，你若有啥物委屈，做你尽量讲。面前若做会到，一定尽量甲你斗3工。师傅啊，其实我是一个上饭桶、上无胆的妖怪啦。迄人别个妖怪拢占着好山、好地理啦，啊我咧，我拍也拍袂赢人，这嘛这袂赢人啊！我只有屈手带这个鸟不生蛋、鸡不拉屎的流沙河哦，大家好等时机啊！这个所在虽然环境无好，但不过面前看你好脚好手，你也要找一个工课度3顿，应该是无啥物问题。为什么要食人呢？我嘛有想要安尼做啦，啊不过这附近的人大家都知影我是妖怪，根本都无人要请我。我免有所在，通个趁钱来度3顿。阿弥陀佛。悟空啊，咱遐阁有食的物件无？紧摕出来互伊食。哎呦，师傅，咱今日就还袂化下，哪有物件通食啦？这啊无安尼啦，面前来去头一个钟头，化验一寡物件互你食。大圣爷，啊你师傅讲要去化验，化验是啥哈？化验就是去人讨食的物件。哈，迄工讨哦。啊你唔敢若去食？啥物去食？我的师傅是要去西方取经的高僧的，因吼出家人吼，都毋是食四方，嘿，所以食物件拢是化验来啊。是安尼哦。是哦。你师傅是高僧，啊那你袂甲我处罚啦吼？嘿嘿，算你好运啊！我师傅的人吼自卑为怀，袂甲你计较的啦。大圣爷，算起来你运气真好，有一个真好的师傅啊。嘿嘿，我的师傅运气嘛袂歹啊，有一个哦，我遮尔好的徒弟啦。我安尼一路上哦，缀伫迄只四破狗身躯边做路在，安尼哪是办法？啊，对啦，不如哦，我拜迄个嬷嬷为师，为伊做我的靠山哦。安尼哦，迄只四破狗就唔敢搁再欺负我咯。师傅啊，抱歉，悟空。嘿，师傅啊，你今仔日骹手哪会遐尼紧啊？
阿弥陀佛，拄啊好有人摕互我，所以我就先摕转来互伊食。吴静啊，这两个馒头你先摕去食，认真搁来其他的所在看的。好，嘿嘿，袂歹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的大稳大德，我唔知要哪甲你报答，我甲你磕头，我甲你磕头啦！师傅啊，请你哦，是我做徒弟啦吼。师傅你啊，你即马是咧跋倒一寸啊？啊？师傅大将，请受多年四拜。你甲我等，起来。好，你真正有够厚面皮呢。我的师啊，无讲要收你做徒弟啊，你是咧拜啥啦？大师兄啊，我是诚心诚意要拜师傅为师呢。像是你大师兄啊？好，我才无遐尔啊衰，有你这种师弟啦。师傅啊，今日哦，已经收我为徒了，我是真心实意要拜你为师呢。若无，我嘛有想要活。你敢跳落来？好，我甲放开啊！师傅，既然北界有心要归因我佛，咱就爱互伊一个机会。哎呦，嘿，师傅大将，请受多年四拜，100、200、300、400。起来！多谢师傅。师傅，沙姐，你敢有想要做我的师的徒弟？当然嘛有啊，啊不过我敢有迄个资格哦。哎呀，无问题啦，一皮天下无难事。好嘞，有人吼面皮较厚的啦，我的师傅一定会收你做徒弟的啦。真是的。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师傅啊，我是唔是的？你拢已经叫师傅啊，搁咧客气啥？紧拜啊！啊，不过爱拜5个，爱比哦，加一个啦。 5个哦。是啊。师傅在上，受地主5拜。哇，起来！多谢师傅。以后恁3个人就是师兄弟咯，恁大家要同心协力，甲为师来去西方取经，以后功德无量，修成正果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 金贤主，你终清风明白。在。王我娘娘放车，要请为师乾隆遥离听法，这道关就交互恁两个。啊，师傅，阮两个袂使去哦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为师已经算出来，今日有贵客要前来通关，所以恁爱老老来替为师交代。贵客，师傅啊，是啥物贵客咧？是中土大同要乾隆西方取经的高僧董三宗。东山庄。董三宗本来是历来辅佐左前的金贤主转世，在伊还未转世进前，甲为师是真好的朋友。这个经过此地，咱一定要好好交代伊。师傅，咱来提啥物件甲交代啊？玉盘玉刀，师傅你的意思是？三宗法师若是来的时阵，恁就摕这玉盘甲玉刀去后院万界灵神阁交代。
哦，师傅啊，爱互东山庄食才好啊。哎，为师所讲的话，恁爱谨记在心。多谢尊命。西北雨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丘，我惊伊胆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依赖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藏在我肚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铁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你在创啥？人老三大兄伊就无咧喘啦，你在喘啥哈？大叔兄啊，这哪有共款啦？伊人瘦搁无板，啊我吼，你安怎啦？你大口高喘啦，好减肥啊啦！喂，恁是谁啊？来阮所门口大细声，生啥物体动啊？道长啊，
边境是来过关参拜，这3位是我的徒弟，若有交了道观的所在，请多多包涵啦。你是毋是大同往西方取经的东山庄？是，边境正是包涵中。大师，阮等你真久了，请。师傅啊，你真的很红哎，知名度很高哦。想袂到，伫在青山来哦，阁有人捌你呢。大师，请。请，行，咱起来。3位师傅啊，这桌顶的物件是阮师傅交代，要招待各位的，大家免客气咧，尽量用哦。那呢我就无客气啊哦。小姑爷啊，恁师傅是交代你招待阮三个，还是交代你招待阮师傅哈？当然是恁师傅啊。安尼就对啊，既然阮师傅才是主客，啊，是安怎阮遮夜香对拜人有通食，阮师傅煞颠倒无通食哈？你过来食，你过来食，啊，师傅拢无物件通食，你还过来食物件？悟空啊，恁食就好啊，师傅就真欢喜咯。大孙啊，无安尼啦，我一半互师傅食啦。免，三尊法师，阮有特别的物件要甲交代啦。特别的物件是啥物件哈？人参果，这是什么物件？这是阮五庄县的特产人参果，欢迎若食了后会用的中成分哦。老法师，请用。哎呀，师傅啊，你冇事啊！这个人参果，你若食落去吼，你就使脱胎换骨。安尼哦，我就会使马上用筋斗鱼载你去西方取经，安尼就免一步慢慢行去啊。真实的啊！当然嘛是真实的，师傅，较紧食，紧来。这哪愈看愈亲像一个拄仔出世的囡仔啦。哎呦，师傅啊，这是为树仔顶慢落来，伊毋是囡仔啦。这到底是要安怎食？法师啊，阮大油烤食啦。咪多，最高啊！师傅啊，你是安怎啦？空啊，边境食菜，你哪会晓叫我食一个拄仔出世的红影啦？安尼啊？哎呦，师傅啊，伊是人参果，毋是红影啦。对了，法师，我毋是红影，我是人参果啦。你看，伊有鼻有嘴，佮会讲话，明明就是一个红影啊！哎呦，师傅啊，这你都毋捌啦。人参果是生物，生物本来就有人参啊。啊，伊晓讲话，哪有啥物好稀奇的啦？对了，我是人参果，所以我会晓讲话哦。你念啦，爱讲话啦，你伫讲话哦，阮师傅都毋敢食呢。好啦，法师，啊，我点莫讲互你食吼。阿弥陀佛，边姐唔敢食，啦。师傅啊，伊毋是红影啦。唔管伊是毋是红影啦，既然伊会讲话哦，就是有生命的物件。边姐哦，唔敢残害有生命的物件。师傅啊，大师兄无骗你啦。来当食着这人参果吼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啊，你毋是想讲要早一日去到西方取经哟？甲这粒人参果食落去吼，大师兄随会当用这个筋斗云载你去西方继续佛祖啊！无啦，我甘愿吼，像乌龟爬沙滩共款。师傅啊，什么叫做乌龟爬沙滩啊？啊，就一步一脚印，慢慢行去西方。我嘛无愿意伤害这个红影的性命。有你。师傅啊，大孙啊，既然师傅不爱食吼，咱就莫甲勉强啦吼。师傅啊，你别烦恼啦，有代志吼，地主替你效劳，参像这款小款代志吼，做道地我替你解决就好啊。小大人，这个人参果你袂用来食。对不对？谁人袂用食？阮师傅叫阮买这条人参果，是要请三藏法师的，并无讲要请恁啊。我也无互恁请到啊呢。这个人参果吼，既然是要送互阮师傅，安尼算起来吼，是阮师傅的呢。啊，阮师傅不爱食，我替伊食，跟你有啥物关系嘛？
阿介，师傅，阿介，你已经拜我为师，算起来嘛是佛门的弟子啊。既然是佛门的弟子，免哪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？紧将物件还啦。啊，要行哦。嗯。你真无彩。有咧，师傅叫你较去现，你就较去现啦。遐只要创啥？大师兄，你紧来！好啦好啦。三藏法师，既然这人参果你无爱食，那安尼阮另外来去为你准备素材。阿弥陀佛。唉。你即摆来是安怎？你是秘籍还是旁讲有咱啊？拢有啦，拢有啦。我想要吼去变数一撮吼。你个东山庄哦，实在真无福气，遮尔好的物件要互伊食，伊竟然唔敢食。师兄，啊，既然东山中无要食吼，我看阮食食呀。哎，你莫妄想啊啦！你若有师傅知影哦，你10条性命你都无够死。那呢？是安怎？咱当然是先甲供养起来啊，等师傅回来甲处理啊。人参果啊，人参果，你都爱乖乖伫遮坐，等阮师傅回来，唔等我袂走哦。好啦。你这死不一定。无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什么报事啊？刘丹姐，莫甲人吵精神啦吼！你若好食吼，就定定啊，互我食吼。我不爱，我就不爱了。你有口臭，我就不爱你食嘞。不爱。袂啦，我赚物件足紧的呢，你小啉来一就好啊吼。哦，我不爱了，我不爱了，我不爱了。我，我就不爱你食，你大口蛋要袂着。那有去。小朋友，你在哪边？辛苦，出来哦，小朋友，他是走倒去。小朋友，出来让胖哥哥咬一口。小朋友，出来跟胖哥哥玩家家酒。你辛苦哦。嘘。嘘，乖。嘘，小朋友。哎呦，老三哦，是你哦。啊，你3更半暝无爱去困，啊你专门是要来我惊死哦。
歹势，我是方向要出来放药啊！你拄则是这样，你含面了啦？我不是，你唔只是咧寒眠。去困啦，无代志啊。放药啦！放尿明日再放。你快困，紧住啊！哦。你啊！哎呀啦，人生阁无去啊啦！道长，民警拄仔要去找恁，这2天后多谢恁的招待，阮4个吼就要过世了。三总我师傅，昨迄个人参果是毋是你食的？无啊，我无。是规滴的，师傅咧看你啦。无请迄个人参果的无伊咧。三总我师傅啊，迄个人参果本来就是阮师傅好意要请你的，你昨大方方食就好啊嘛，何必着妖怪咧假说你，讲你唔敢食，半暝仔才搁走来咧偷食。道长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啊！民警本来就唔敢食人参果，免来去偷食咧。那毋是你食的，安尼，一定是你3个徒弟偷食的。本事使有别乱招，话是袂使有别乱讲哦。就是咧讲呢，你凭什么讲人参果是阮偷食的啊？对。这道观内面哦，除了阮大厨爷甲我，拢是恁4个，毋是恁，是啥个？你话唔通安尼讲哦，无定定吼是你的人参果吼，你3更半暝家己洗骹选去的哦，甲阮那有什么关系？迄更加无可能，人参果阮用玉盘底咧，除非人家摕出来，无伊根本就无可能家己走。恁3个到底是啥人偷食啊？道长，民警3个徒弟拢讲伊无食，可能是一场误会啦。无，恁搁试叫一看卖。东三宗啊，你敢若问一句尔，恁徒弟因摇头，你就相信伊无食？无食就无食啦，你是要问几届啊？我看吼，恁师徒4个早就串通好啊，偷食阮的人参果，阁唔肯承认啦。讲无食就无食，好，你遐啰嗦要创啥？你搁假笑，本代是骗你哦。恁偷食人的物件，搁较藏手哦。来啊，要相拍来啊！来啊！嘿，安尼上好，我若拍输吼，这个人参果就是算我偷食的啦。对啊，拍掉啊！懂的，大叔爷，你舞来舞去，原来人参果是你偷食哦。我哪有啦？哪会无？头拄则你就甲人讲，你若输吼，你就承认人参果是你偷食啊。头拄仔你手叫人拍一个，你就输啊。闪啦！看你阁有啥物话人讲？我食就我食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悟空啊，安尼就是你的唔对啊！迄物件无经过主人的同意，哪会用个共摕去食咧？赶紧甲道长陪做会室咧啊！陪做会室咧？想当年哦，我伫咧天庭将所有的蟠桃全部拢偷食了了啊！我也无家己互人会室咧啊！我才食一粒人参果，都要会室咧哦，嘿嘿，门都没有啦！悟空，你哪会用安尼讲呢？道长，民警教导不严，请道长恕罪。你唔免甲我陪做啦，等阮师傅回来，你甲慢慢甲伊解说。这，毋过唔知影恁师傅当时才会转来啊？这我免哪会知？无定着是3、5天，嘛无定着是1年半年啦。民警西方取经的任务尚未完成，免去踮遮多等啊！迄恁兜的代志啦。总讲一句，伫阮师傅还袂回来进前，恁拢爱乖乖留踮遮，等阮师傅回来处理啦。哼！道长，这位道长啊！师傅啊，好，莫猜因啦，咱来行。我都唔相信哦，因挡阮会牢。悟空啊，你偷食人的物件本底就是唔对，你搁比人较歹。师傅，我做过。喂，大叔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总讲着你，你拢是明知我总讲着你拢念念，唔准讲话。道长啊，为什么我袂当讲话？这样怕？因为哦，
咱就关来了4个师姐的4查某啦。你若是讲话叫因听到，因会甲你偷饭去食啦。偷饭去食啊！卖上去啦！大叔呀，你听我讲啦，大叔呀，卖上去啦，卖上去啦。老三，你坦白讲，我该是迄款敢偷食，唔敢信你的这款人。唔是，唔是，哼，我坦白甲你讲，其实这人参果吼，唔是你偷食的啦。唔是我偷食。嘿啊嘿啊。安尼你是知影是谁偷食的吼？知呀，知，知就紧讲啊！较紧嘞，紧嘞啦，紧讲啦！哎呦，紧嘞！这种啦，阮来遮创啥？是要你管哟？你是毋是食了知影滋味，要过来偷饭对无？你是咧黑白讲啥哈？像伊安你的臭人参果啊？哈？你已经来到遮呢，佫讲唔是要来偷咱人参果啊？老三，伊无讲我煞唔知影，原来这人参果吼，都是真诶食呢。哟，有够济啦，袂歹哦。我知影啦，你们卑鄙小人啊！一定是人参果一个食无够，我是要偷饭来个斗，对不对？偷饭你！大叔呀，卖上去，卖上去。两位道长，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。其实我甲阮大叔呀吼，是无意中走阮遮来，毋是专工哦，要来买你的人参果的啦吼。你别解释较济啦，你无要信。我甲恁讲哦，你若搁动这人参果的脑筋哦，我就对恁无客气。对阮无客气，你是欠打哟！大叔呀，卖跑，输啊！代志大条，我先讲的啊，我毋是来报名的哦。王姐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吼大师兄甲迄两个道长离后院哦，两个咧相拍啦。嘿，哎呦，我个刀，嘿，快！哎呦，我的屁屁！莫怕，莫怕，快！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。